各位觀眾大家好，今次講個話題咧都係好開心嘅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。今次咧就介紹下咧我認識嘅做跳舞嘅朋友。咁首先第一個咧係御府屋小傳人左衛門10代，咁佢哋鋪頭而家其實已經係第11代㗎啦。咁好巴閉㗎，點解咧？因為南部盛光以佢哋鋪頭嘅作品咧為最重要。咁第二個介紹嘅咧就係盛九工房，咁好多人都聽過盛九工房有一個女虎師咧，叫紅谷子子，咁呢個同你搞笑嘅啫，其實呢個唔係，我都好長時間以為佢係。咁正式咧盛九工房嘅作者咧，其實就係呢一位係第16代盛九，叫做鈴木成朗。咁然後咧另外一家姓鈴木嘅咧，叫做鈴木中兵衛工房，咁叫做主善堂。咁佢咧即係正式咧就係第13代鈴木中兵衛，咁佢就叫做鈴木中一郎。咁中兵衛嘅壺咧係主要咁嘅模式，比較咧係樸實啲嘅。呢一位咧係第3代分山工房，佢叫做座藏木和夫。咁我記得以前咧佢都解答咗我好多問題嘅，就係第一次我見到啲日本人咧好緊張咁樣攞生鏽嘅鐵壺嘅水飲個肚，咁都俾咗我一個一生耳目嘅概念。咁呢一位咧係藤枝工房2代，叫做藤枝由男。咁佢爸爸咧叫藤枝行勇，用呢個昌行呢個簽名。咁2代梗係唔夠得上3代啦。呢位咧叫田春齋3代，咁其實佢係高岡人嚟㗎。咁有啲人咧就會以為京都虎師冚唪唥都喺京都，其實唔係嘅。你發覺咧，譬如好似田春齋，佢都係出名嘅京都虎師，但係佢其實係高岡地方人嚟嘅。呢一位咧我好中意佢嘅呢個後生仔咧，佢係清江堂第10代佐藤卓實。咁其實佢未擔正嘅，因為佢爸爸咧仲喺度。咁清江堂嘅壺我都中意嘅。你見到後邊咧，佢咁多壺咧，全部賣晒嗰一日，真係好好生意。咁呢一位咧就叫做佐藤勝久。咁你留意個名喎，唔係成久，係佐藤勝久，都係咧南部嘅作者嚟嘅。咁呢個係佢嘅徒弟嚟嘅。咁喺個百貨公司度碰到，咁買咗佢嘅壺都好貴嘅，10幾萬。咁有一位咧就唔係做壺嘅，咁呢一位咧就叫做竹中勝治。咁佢年紀比我大10幾年，咁佢喺高岡地方咧有一個好出名嘅高齡鐵平屋。咁而家好似有啲產品咧係出產嘅。咁佢係研究鐵壺嘅，咁佢係日本人啦，咁再加上佢早過我咧，所以好多概念咧我都聽佢講。我如果解答唔到個問題咧，佢一個説話我就當係定論㗎啦。咁佢都好幫到我。咁呢班就係我向大家介紹嘅做跳舞嘅人。